到小時有發的火不懂反應，我要也想勝利，還是如氣加速變快，話別轉身要停，計不會停，有隻小炮要撲去火警，搖頭吧別作聲，啦啦啦啦啦啦唱，傳來前面有炸藥，鋼鐵山那邊吹緊。我氣味燒着，緊包着，然後說不讓。愛更那光衣間有你欲望的超高溫處理，係同血管，再擦熱氣管，氧氣對我，還未如滿，探索路放心花的跳，找到精準的我無，愛到發尾燙掉也不管，承認我喜歡，啦啦啦啦啦啦唱，從來自然有炸藥，鋼鐵山那邊吹揚，隨我微微笑着，緊包着，然後說不讓，狂到無法想象，最愛這樣，誰在燃燒着？有一個愛情的壯陽，明明混着，非常混着，但我想不小心開一槍。啱啱呢一 part 咧，其實我哋準備咗好耐㗎啦。係啊，咁本身咧呢一個 item 咧係喺第二個舞台度嘅。咁但係我哋覺得，喂 ，thank you，
好似因為我哋都練咗好耐啊，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嘥咗佢，所以我哋就揾機會就表演俾大家睇。如果覺得好嘅、好正嘅，俾啲聲嚟聽下先。非常之咁期間限定。係啊，睇到 live 咋。係啊，得呢度啲人睇到㗎咋。我哋唔好擺上網，唔好俾其他人睇。如果淨係得你哋睇到嘅話，我覺得掌聲或者歡呼聲唔止咁少咯。好，新嘅一年，今日1月1號，一個新嘅開始，希望我哋繼續可以帶到一啲能量俾大家，等大家可以自自在在、開開心心咁樣去享受呢個2026，好唔好？好。好。